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50年来上半期，西瓜1公斤落甲剩5块。今年西瓜是大丰收，但是无奈绩效大败市。立委曾穗雄讲，西瓜即卖俗甲那土里，1公斤剩5块。天气渐渐热，这个时阵来一杯清凉的西瓜汁，真退火。即马多是西瓜产季，今年气候条件袂歹，西瓜收成好，每一粒拢真甜。瓜农辛苦规半冬，真无简单。忙这个时阵，煞笑袂出来。那伊大麦是歹啦，下拢在一个4块，哦，大家拢在4块，这个大瓜拢在伫8块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餐厅业绩歹，连带影响到饭后水果、西瓜嘛无销。立委曾穗雄表示，原本西瓜成本1公斤是7、8块，即马只剩1公斤3块到5块，是50当来绩效上少的时阵。50年来西瓜都唔捌俗干那土的，这个时候咱倒下纠结好不？我们可以针对所有的，比如说全国的茶饮料业，全部收来加西瓜汁。农委会看袂落去，想要邀请茶饮业者来收买西瓜，加西瓜汁，瓜农无看好。贵个咧拍果汁，你大量西瓜太济啊，哦对不对？你头我当讲甲拍才拍得完，无可能啦。也无较好销啦，外口销人，大家拢去外口买贵粒的啊，对无？人较有可能来买，甲你买济。无论茶饮业者是毋是当帮忙疏解西瓜，但是这西瓜伊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， 含水量悬，有省力的功效，是营养价值真悬的水果。马上特别热天啊，消费者会使加买挂，帮助瓜农度过这波疫情难关。